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18，旧历的3月14，礼拜4。花莲县的秀林乡，伫个中昼的1点01分发生规模6.1的地震，讲这是1973年以来上大的地震。有关地震的状况，请人伫个气象局的记者胡启礼讲予咱知。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人员直接到现场背部出来，已经就医。外，那台北市长安东路有一栋大楼倾斜，也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呢，台湾在下午1点1分的时候发生了瑞士规模6.1的地震，许多民众都感觉到了这个地震的摇晃，还有这个地震的强度。那这个地震呢，它的深度达到18.8公里，最大震度发生在花莲。台湾各地呢有很多地方，它的震度都超过了4级以上。那不少民众呢都收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警报简讯。我们来听气象局稍早的说明。发生在同门乡同门村应该是同门村。那它的震度有高达7级，这个7级的时间持续了0.33秒，所以，算很长了那如果我们也许0.33秒，大家觉得时间不长，但是以地震的观点来看，超过0.3秒就已经算是这个震度是可以确认的从1973年以来，所以1973年是指我们有科学仪器来监测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，1周之内不排除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。如果1周之内没有，那其他的余震就会衰减得很快。气象局提醒，未来1周不排除可能有余震的发生，也提醒民众多留意这个地震的情况。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，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棚内。